啦，李海強呢波又係直射埋去個波。好啦，李海強呢個波都唔使諗啦，直接彎埋去中。李海強斬埋去遠處，壓到好啦，追翻球啦。憑住一隻黃金左腳，李海強為球迷帶嚟過唔少美好嘅回憶，亦都為南華爭取過好多佳績。風光背後，呢名中場指揮官所走過嘅路，其實絕不平坦，甚至曾經受過足球黑幕所拖累，而錯失咗更加偉大嘅前程。李海強嘅故事，同佢喺場上嘅表現一樣，足夠吸引。喺對足球極具熱情嘅梅縣出世，加上父親又係一個瘋狂嘅球迷，李海強走上足球之路嘅步伐十分自然。爬過咗校隊、縣代表青年軍以及廣東青年軍等等嘅晉升階梯之後，李海強以20歲之齡就闖蕩職業賽場，9年間效力過包括廣東宏遠等等5間國內球會。雖然佢具有實力，但係喺中國嘅惡劣足球生態環境之下，李海強嘅發展一直都唔係咁如意。咁講真啦，喺大陸踢咗好多年波，好多年職業足球，咁都經歷過好多唔開心嘅嘢。咁我都經歷過喺青島經歷過欠薪啦。另外咧，我都經歷過轉會嘅問題咯，因為轉會個球會俾到好多啲阻滯咯，可以令到一個球員唔可以自己去想去嗰間球會發展咯。咁對球員個發展嚟講，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咯。我喺大陸效力嘅最後一間球會咧，就係成都五牛。咁我喺當其時咧，就遇到一啲人事嘅關係。咁因一啲人事關係咧，可以令到我咧就即係冇得出場比賽。當時我喺成都五牛冇波踢嘅時候咧，咁啱啱好咧就俾我遇到一個機會啦。其實當時咧係一個球探，咁咧佢介紹一啲外援球員俾我哋嘅。咁當我哋考慮一啲外援球員嗰陣時咧，同時佢亦係介紹咗李海強同白鶴。睇過佢資料之後咧，原來真係阿海強喺02年咧又係呢個中國國家隊世界盃嗰個第一次入選嘅球員之一嚟嘅。咁我話一聽到話好啊，不如試下啦。咁個價錢又啱，咁所以就揾咗嚟加盟南華。李海強口中嘅機遇，就係羅傑承喺06年入主要降班，但係被挽留翻喺甲組嘅南華。羅生斥資大搞，李海強又想另謀出路，雙方一拍即合。呢段美滿嘅姻緣，亦都成就咗南華喺07年嘅甲組聯賽、高級組銀牌以及足總杯3冠王。百年球會馬上重拾班霸半色。雖然喺香港發展得非常理想，但係曾經喺米路天奴域執掌中國隊時有份參加集訓嘅李海強，原本更加係有機會征戰世界盃嘅。不過黑幕嘅存在，阻擋住李海強晉升為大國腳嘅去路。當時咧就真係幾失望，因為對自己好有信心，好勤力去希望可以入選到呢個國家隊嘅最終嘅大名單。大概應該05至06年之間啦。咁曾經有喺足球人士即係大家傾偈，咁樣講起中國國家隊球員，即係好多中國國家隊球員，咁周街都係好似中國國家隊球員咁樣。只要你通過啲關係同埋金錢，你就可以入選中國國家隊啦。咁當其時我自己腦海入邊都一閃而過，哇！咁我哋嗰一期嘅中國國家隊會唔會都會發生類似咁嘅事件啦？咁經過10年之後，已經證實咗呢個問題啦。當我知道我係黑幕嘅受害者嗰時咧，咁我就會覺得中國足球真係需要一個大嘅改變，真係要將呢啲毒瘤要清除晒。希望我自己係只不過係一個犧牲品，咁唔會再有犧牲品。回首不快嘅過去，不如努力創造美好嘅將來。豁達嘅李海強謹記父親嘅勸勉，堅信刻苦付出總會有回報。隨住喺南華有出色嘅發揮，李海強喺07同埋08年連續2屆當選香港足球先生，而且佢仲眾望所歸，入選香港隊征戰國際賽，成功喺香港開闢一片自己嘅新天地。一
一個遺憾咯。作為一個足球運動員，未代表國家隊出賽。當然，我嚟到香港之後，我都覺得我自己係好榮幸、好幸運嘅一個球員。咁我可以代表香港代表隊出賽啦。國家隊同香港代表隊對我嚟講係一樣嘅，因為佢都係代表一個國家。喺我心目當中，香港都係我嘅一個家咯。咁我完全唔覺得有乜嘢分別咯。我覺得代表港隊出賽，啲球迷都好希望我哋可以代表港隊攞到一個好嘅成績，俾好多嗰啲動力同埋啲鼓勵俾我哋。